主持的议员柯丽丽伫总日顺相当感慨，伊认为北区过去是边缘，合并以后变成中心，不过城市风貌拢无改变。更严重问题是，以公园路作为中心，包括大港、大兴、公园、北门等各类的旧社区巷弄，因为关街落差，造成一落大雨的积水淹水，一直拢无彻底改善，要求水利局一定要有系统性的排水计划。北区以公园路为中心，它的左右两侧其实里面的旧部落，经过正觉里、大兴里、大光里、北门里，规个拢是这种细条巷啊。大概落雨就淹水，大概落雨就淹水。淹水的时阵，第一项代志，干务局就先去看，无就切沟个顶堀，伤浅的个改切沟，啊，若无就拍水坑。乌啊全空，结果咧，淹一个所在拍水坑，另外淹一个所在佮拍水坑，完全无法度拢总解决伊的问题啊。近期的是先去把它做一个侧沟的重整嘛，哈，然后再做一个集水井。那你未来是要把它打通到竹溪，做一个箱涵？对，我们现在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。不是规划，你一定要这样做。我说我们有这样的规划之后，现在也目前在办理招标哈，在办理招标，预计看是在这个年底可以把这个分洪的一个排水箱涵可以完成。议员表示，北区表面繁华，毋过却存在巷弄前的现况，所以要求都发局无法度拓宽，透过都市计划手段，嘛有所整理，毋是坑咧拍远，所以进一步提出日后铁路地化契机。也就是将废弃的铁道变成公园道，将周边巷弄规划设计，就参像纽约曼哈顿真出名的空中铁道高架公园同款，一一向市府建言。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。